袂爽，无礼貌了，搁分去啊！应该是某一种行为，用咧这三个所在拢可以哦。你讲的重点是行为哦，吼，来分去啊哦，第三个提示上重要的哦，来，搁看第四个提示，目睭鳞哦，目睭鳞，哎呦，袂爽，哎呦，哦，来，系呢，阿贤啊，扁白人，扁安怎讲？白鳞，翻白眼，好好，哦，哦，是，翻白眼嘛你，周围看到，袂爽嘛，袂爽安弄咧？哎呦哎呦，啊，无礼貌，无礼貌，无咧，嘛小可无礼貌啊。哦，哦，就是头早你甲老师报房间号码，伊就变。讲老师讲我报房间号码哦，老师，老师讲要加掉我了。是，好来，分去啊咧，啊，分去，啊那分去嘛是，哎呦哎呦，安尼对不对？嘛真好演呢是不是真好演，真好演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，扁白人。来，老师扁白鳞对不对？对啊，哎